唔一样，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嘅我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系真奇妙嘅。我认识的许多剧场人，没想我用穷下来认识一人，穷下一了解剧场嘅世界有100年呢。我到嘅民俗建议插把戏，向前万世世界拍路有看过哦。有的人从菜篮安尼嘅东西可能还有教过，安尼嘅东西呢，唔系教过看过，拍路18会感觉嘅多。安尼嘅东西我教到几年头，色彩几唔简单哦。谈论时代嘅改变，安尼嘅民俗建议，我本人感觉讲，佢唱呢爱没落嘅。不过也有人想办法爱同一道民俗嘅东西，爱听得到时代。今日我带大家去看下先，将安尼嘅民俗建议嘅团体用嚟融合传统同现代。民俗插旗算是传统艺术的一种，不过也下我看到传统插旗表演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嘅。其实也下插旗团嘅表演形式已丰富，除系同传统铁旗结合以外，甚至还会加入魔术、碗面同吊挂也都技术。我今日同新生剧团的团长约好嘅。我来看伊们同台湾铁旗团合作的演出，我会先来请团长的哦。其实这出戏的结合当时实际上原发想有一个综艺团的团长，他是写了一套的东西，当然也请教了很多的所谓的秘书专家，在跟全联的开会、上美公司的开会，从1次2次的磨合，最后决定了第1版的剧本。在试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遇到有一些东西是并不是那么顺利。对我们来讲，表演演的话，演的实在一点是比较好的。可是实际在幼儿园演的话，会吓到人家的，不需要这么的大，这么的夸张。所以这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的调整。陈师长9岁如此年入到铁旗团训练，是铁旗之父李同发教嘅体台师嘅，也专长是电刀头旗同打筋斗。2021年创立新生剧团，结合了传统铁旗、魔术、戏曲、碗面同吊挂技术，只能做各种形式的演出。今日团长本来一张匹配的机会，讲爱是在许多后旁看哪里。这边走。大家，这是我们的女孩子的化妆室。哎，各位团员辛苦了。这是王艺林，他是很早之前这个奇摩剧团、魔奇剧团开始，后来到纸风车，对，然后一路上我们从很年轻都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到现在加起来要30年了。这些采接节目有一些需要舞蹈啊，或是需要歌仔戏或是戏剧、儿童剧，我就会来这边工作，所以在这边很久了，10年，所以才叫资深。因为喜欢表演啊，喜欢表演。那你们继续了，我们到隔壁看一下男生的化妆。好。男生的这边化妆师应该就比较活泼了，不过他们的画的彩妆属于是比较大的颜色，像我们讲说刚刚有些义正的妆，经过一些比较改变、比较另外的画法，比如说这位，你看他现在就是红脸，他就是扮4大金刚里面的其中的红脸。好，那4大金刚讲的都是风雨雷电嘛，我们的很多团员他本身就已经是具有化妆的非常久的经验了，大家大概都会每次的化了几个妆。然后完了以后，当初在客户的时候，应该讲说在导演的时候，先会过导演他来决定所有的人员造型，然后再给客户confirm确认。当然，我们后面的演出里面，也有的刚开始画的比较狰狞，小朋友会害怕，所以有的又开始比较慢慢的修正，慢慢的修正，就这样。是吧？其实一开始学化妆就是先打底啊，先学打底，然后定妆，然后开始慢慢学怎么去画这些的妆出来，对啊。演员查粉做好衣服过后，就会积极去现场准备我用到的东西的哟。团长讲，一百表演设计到几等子，本场地卷是主角，结合了人生游街、奇村武术同公鼓也都插旗表演。我有好久诶冇看到一种传统演出嘞。
等等其走马游行，演出场地温度的挑战广场。四大天王会对东西南北四片来出现，象征风调雨顺的神话气氛。前面文场地群这个天天来出现，代表众神赐福本大家。你觉得刚才表演好不好看啊？好看啊！你最喜欢哪一段？就是那个骑脚踏车那一段。脚踏车之外，就是还有很多女生，就是像叠罗汉一样。对，小朋友对传统艺术比较缺乏，那刚好有来的话，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接触一下，很好。今日的演出真经鬼精彩。也下爱对宜兰视察许多团众嘅秘密练习基地嘅哟，真想嘅大家嚟看也按到表演者练武功嘅素材。团长晚上好，你好。OK， 用我跟介绍了，这是我们台湾特技团的团长王多元团长，这是他们的艺术总监王希忠，王艺术总监。嘿，我想在这边的话，他们的一些自主练习，这是他们的所管理的范围。他说他来跟你介绍的话，会更清楚、更好。团长。团长讲，台湾享有嘅插旗团，面对一下冇乜嘅人看，同论摆比起来，韩国难经营呢。再讲插旗嘅项目可能看起来差唔多，不过细所采嘅所长其实怪太，故所以一下每家如包本配啲团体嘅表演者来做，等上如同台湾特技团合作。王通仁。一下是台湾特技团嘅团长，也摆做演出组同排练组嘅组长，有quite丰富嘅演出同排练经验。而係喺台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內做經驗講師，對培養插旗嘅後生們會出心，會善忙。我们外省人嘛，老爸比较喜欢唱。很喜欢京剧这个东西。那当初他本来想说送我到这个学校来是要读京剧，结果刚好我考的那一年就碰到了一个招生有叫做综艺，他就很好奇的跑去考，就考上了，所以就一路上就一直到现在都是。综艺科就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特技。所谓综艺科里面其实他以前叫综艺科，它其实包含主项是特技没有错，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说唱艺术啊那些，就是还真的是综艺对啊，舞蹈啊那些都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团员加起来大概42个人，演员大概将近30个左右。所以42个都是 in house 的人，就是完全是正职的。对，其实他算很大的团哎。没有，他不是这样，他是42个人，他里面其实里面包含了演员，演员占了30个。对，那其他都是有行政啊，还是有一些基本上条件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很多种道具了，对不对？对。团长要不要跟我介绍一下？我们其实都看过，可是光名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看看这3位兄弟哈。这个东西叫做对丢棒，它有分1个人、2个人、3个人、4个人、5个人可以一起对丢。然后再看了这中间这个呢，感觉难度非常高的。这属于高空节目，这个叫做我们都叫它叫钢环。它上一样有可以1个人演出，通常都是女孩子，她表演的东西都是比较属于线条式的。就是那种芭蕾那种力与美那种美感的那种线条式，你注意看她动作有没有？对，都比较属于美感式的。其他也可以2个人。那我们再往前看，这个就叫做像呼啦圈了，大家都知道啦。那其实他们现在练的应该呼啦圈都比较属于算是基本的哈，有可以手啊，可以脚，可以身体啊，甚至它可以到很多圈摇在手上，甚至到最后可以大概50-60个圈可以叠在一起这样摇。后面再看就是那个什么扯铃啦，这个是现在一般中小学、大学在做的民俗体育，大家都应该知道舞铃嘛。对，那其实
虽然我们都有，但是演出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属于技巧的那个流畅度比较好，可是我们练的都比较属于像是翻滚街啊那种，比较属于那种难度比较高的地方。我说了那么多。那主持人有没有兴趣想要试一下？其实我每个都觉得蛮有趣的。真的吗？你有建议我可以试什么？我们要不要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这个都很简单 ，OK， 你可以试试看。好。其实你不知看他们做很简单。我上次摇呼啦圈应该是30年前的事了吧？你想做体验，我就请我们的艺术总监带你去做一个体验，然后顺便如何教你做这样的东西。好啊。好吧 ，OK， 那我们就移驾到上面。沙沙人看起来如各有本等，想美地亦能天初花1到時間來苦練，也下我捱來體驗看下。手打開，對，用力搖，很好。我很想像你摇的很小，但是好像我就会变这样子，一直蛮好的，一直很那个。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玩这个呼啦圈，可是应该很少人玩到那么多个的。对啊，然后刚刚试的时候，其实一个当然还好，可是你专业的人摇起来就是不太一样。你练这个练多久？我从国3的时候开始练，大概7年有。哇，练这个诀窍是什么？因为其实老师跟你讲的，你就是其实还是要自己用身体去一直试，就是要自己一直揣摩它。其实有时候讲。不一定学得会，就是要一直练。我都是看着镜子，然后就每天就摇着它，从上到下一直这样子，一直重复，然后再慢慢抓感觉这样。会练到受伤啊或什么吗？有，就是因为有些动作是要踢圈，它会在你的脚摸。对，因为刚开始练根本就是踢不起来啊，要一直，它就会淤起。最多会用到几个？最多，因为它有一个大的，就是看一组吗？一组的，那一组是多少个？最少会有70几个，最少啊，那一串，就是小细的串在。然后你还看到你吗？这70几个，对，拉起来就会很长。对，所以你可能只是脖子以上是看得到的，是不是？脖子也会被藏在里面啊，真的，瞬间的画面这样。另外，上百有呼啦圈拍有3000年呢。是讲呼啦圈是黑鸦片轻简单的一个项目，撒下来还有连沙的震撼教育，提给等人爱。我们今天让你体验一个比较震撼一点的，就是一个速度临场感。1、2、3，进来动。1、2，都不要动。你就跟着我们这个组长走哦。2，准备。3，走，不动。1，不要动。2、3，对，不要动哦。3，打到马尾。1、2、3，走。一種感覺，如像提踩滿意度的路況，硬外過太路用誒，我真經感覺規定一樣。我想要知道你们在学的过程，因为对一般人其实，就知道不要被 K 到嘛。那你们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最糗或者是最惨痛的经验？比较容易是被 K 到。有一次在练高抛，然后转身的时候，然后可能刚练习还不熟悉，转身过来的时候就被直接 K 到眼睛这里，然后就直接肿起来。哦，对啊。最严重会有可能怎么样啊？严重，其实大部分要看打到的状况，基本上手长茧啊，或者是打到有淤血啊，这应该都是很基本的，这是一定必备的必经之路。如果一天我要花3个小时练功，那事实上呢，我整个技巧在操作大概只有20分钟。其他时间都在做什么？你一定会讶异，对不对？都在捡东西，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一直捡它，一直失败你就要一直捡，所以其实至少有1/5的时间是练习，4/5的时间都在捡东西。从你刚开始练习的过程中，那个必经之路，我觉得要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去重复性失败，因为你失败，你要不断的一直去把它捡起来，继续捡起来，继续。这个过程是非常消磨人的意志力，你可能在中途就放弃。所以未必每个人可以练到这么的全方位，所以有些可能因为被失败打败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去突破它，你只能
用更长的时间去面对它。哦，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点是你要很有耐心的去面对失败。手就放两边就好，当你放进去就打开，重点是头这一个。如果我接得到，我就要加入这个团了，好不好，总监？好。天哪，太难了吧？就看绿色就好了。好。好了，完全在朦胧闭眼睛当中，就这么成功了。我感觉插旗表演除係愛啲優良、愛專以外，還有最重要嘅一點係團隊大家愛夾線。聽講過也按到項目，然後再過來挑戰一定難呢公款吊掛哦，我吊會起來冇呢？腳吃到力以後，手再慢慢放。膝蓋一定要扣緊。然後我們這會有演員這邊保護你。哦。我松柏嚟多雕，拍也係上升眼前的事情。現在。換你哦。抓好，對，慢慢滑，滑到這裡，對，慢慢滑，往下，抓好。好，扣緊哦。好，來，往前把我一個扣，好，開始往上一點點，一點點上。放手。成功。對，手打開，對手打開。打開。好，來起來，抓住。還要起來。對，抓住它，我們幫你扶，開始幫扶，來下，開始下。上去。好，不要動，來，慢慢給你降下來。美美的，看前面。看前面。哦。啊，很棒，辛苦你。謝謝老師。插旗人人嘅養成，愛順片嘅時間來苦練。有啲人親密冇愛練，下隻位，唔過咪有啲人本技術流體也嘅劇場度空。我哋知唔驚難前度？最近嘅行業，係啊，我係行業，係頭本嘅行業。哦，姨媽嘅行業啊，開始。哪嘢？下輩嘅咋？下輩嘅咋？先下輩。哦，開始。日初號。開始間日過來。日過來。日過來。哦，你利用啥係一集團唯二嘅行業嚇？係哦。哦，家係睇一集團已久誒。我當叫我23年。23年啦。哦，係哦，剛開始咯。10年。我剛剛講頭都看大家做嘅也按到很需要技術的東西，要一直不斷練習，還有也非常辛苦。韓國堂都講，其實人對細細都會開始練嘅，係咪？考到復興劇校，幾時節的復興劇校，差不多19歲嘛，才10歲，對不對？對，才10歲。那大家都可以念畢業嗎？沒有，那時候我們班上才40個人，哦，然後念到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們班畢業剩下12個人畢業。哦，剩下12個，就是念8年，是不是？念8年，那很少哎，砍半又砍半，剛好一打了，只剩一打，對，只剩一打。哦，那為什麼你可以堅持下來？其實中途也快堅持不下去了，有打電話回去抱怨這樣。可是還是叫我們撐下去，繼續讀，對啊。哦，所以是家長讓你不要放棄，這樣。對。哦，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那個操是什麼狀況？我們通常係5點半練早功，早功就會跑步啊，然後體操、翻滾啊，都7點半。然後就下午學校還會食早餐。然後8點20就會所謂的2堂功，2堂功就有4到12點全部就會練倒立啊。腰腿啊，基本功啊，各個，然後還有雜耍啊，就分開來練了。然後下晝就會，我記得1點半放伊來，然後1點40就學科，然後到5點，然後10分，然後6點半、6點40，下午頭有2堂課，就會表演藝術，我就會戲劇欣賞，我就會國術。就每一天要看大個禮拜課程，然後體力9點半，水幕天光夜又係8點，又係5點半，專業半年。嗰10年按你堂迄輪算多的呢，太可怕了，5點半，我嘛要好奇講，拖個半年呢，總算畢業唄，弄喊我繼續做樣事情咯。因為我細細當學跳舞，然後爸爸管到東央，我爸爸係老師，所以我就當鏡啊，我想做得呢度也好搞，又做得到也搞，又做得到人生嘅，所以我就哦，不能過到嚟搞嘅。然後考到我爸爸唔幫我拖，我就堅持講，我一天來拖，一天來拖，結果一拖就拖咗半年，
半夜毕业以后啊，又去考大学。问题是给孩子他们想，因为连养那个天特的话，其实上大学冇可能都要记忆保持，因为给孩冇有特技的大学。如果要学校也已经有大学部位，所以从国小一贯之上来样。然后所以就夯不啷当有6等，6等呢就又出国啦，然后又样，其实去当到国家，然后就。其实你人生算当丰富啦，嘛当感恩也就學到啦。中間嘛又想去偷偷會走脱啦，應該可能會捨不得。係啊，路邊那有鋼琴呢。係。我假如我当老师的心情就是，我不期盼说学生能够多厉害，我的宗旨就很简单，你先跟我一样，然后你再考虑你要不要超越我。我想我教的学生，我是就这种宗旨来跟他们说。当然，很多的学生，甚至于我刚讲，很多的学生毕业后，现在早就已经超越我了。当然，我希望他们是到较成熟的时候，再去考虑他自己是不是要在杂技这个行当上面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条路走下去，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顺遂的，因为很容易为了社会的起伏，或者是国内外的这些问题，就让他给怎么讲就低落下去了。所以很多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就大概就可以，就会有些人就转行了。我比较喜欢就跟学生讲的是，你所学的东西是不是有你要自己做的节目是不是有你的原创性，而不是现在我们很流行的 copy， 看个网络影片就把那套学完以后就认为这套东西有用了。就跟我也常说的另外一句话，我也跟很多的团员都是说，如果我只是再去做下个太阳马戏团的话，我也不会变成太阳马戏团。应该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才有用。你今天你就把太阳马戏团的节目表演得更好、更淋漓尽致，你也不可能超越太阳马戏团。刚刚团长讲，还有问了那么多的那个团员哈，那么辛苦。那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还要再选特技吗？我想我不会再走这条路。啊，真的？对，因为太辛苦了。其实他对一个人来讲，他不大符合成本。用成本去来算的话，学一样东西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到头只能得到的，真的不一定是你所期盼，而且每天必须的一直催眠自己，让自己有勇气再继续往下走。其实你要走下去的原因，不是只有你自己，人都会大，都会有周遭的朋友、亲戚，甚至于现在的我的妻小，都会有这个问题。在杂技这个表演史上面，它是极不稳定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我选，不会再选。人講係台灣太陽馬戲團嘅烏蘭劇場，係團長劉樂權喺1995年成立嘅，演出到今去過30個國家表演，演出有1000個場，係國內頭一隻結合策蘭、舞蹈、體操同專業劇場概念嘅表演藝術團體。劉樂權本單係國小嘅數學先生，接受高中嘅指派，就開始教4年嘅教策蘭。為到愛記得學生嘅出業過後，唔會同策蘭表現，就創立咗烏蘭劇場。2005年喺日本同雲門補習合作過後，發現到劇團將來嘅目標，就同教書嘅投入表現，專心來經營劇場。是綠色，風裡
系完这时节菜人吼，大部分时间都喺养嘅人啦吼，啊冇想到菜人是在搞到安尼嘅长途，我真见想到你像合法讲嘅哦，讲很简单嘛个呀，实作用嘅，可以能菜人都会安尼嘅情形。好 ，OK， 谢谢。其实失误是难免，可是，如果他失误的时候，你就会让他觉得他的信心或者他的受挫的时候，他上场会更紧张，因为他做得到，他只是因为这一次可能运气不好，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我大部分记录都是记录他们大概哪些地方可以做一点更好的事情。表演来讲，它是一个 long term 的，我认为它是一个 long term 的，就是。你这次跳的也许不是很好，没有关系，因为你还可能会跳下一次。可是如果你让他觉得这次比完奥运就没有下一次了，那我觉得他的生命会很短。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啊，所以通常我在记录，我刚刚也在同步看他之前的东西。我刚刚在看他这边会有投影 mapping， 那我的工作就是看他们整个的东西是不是在整个视觉画面上面会比较 balance。团中认为，每的演员听出了希望去加油一定赞美演出，是讲新鲜大鼓没有实错，以外作为都是鼓励人莫内走，那会引来引好，来谈看啊，也是用来带也团演的。团长，我们今天看到你带大家总彩排，你很温柔哎，其实就是你不是那种很凶的团长，对不对？你都是怎么去带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今天比较温柔啊，真的吗？是因为我们在拍吗？也许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年轻的时候呢，总希望马上要看到舞者出来的结果，所以那时候会很激动。后来慢慢的，可能自己年纪也大一点了，我就会想，其实每一个舞者他一定都希望表现到最好，而身为一个导演或编导的工作，应该是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把他压到水里去。所以后来我跟他们沟通的方式是这样，发觉好像也没有比较差，所以慢慢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沟通，因为大家毕竟是个 team，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完一整件事。团长是有4个小孩，对不对？然后全家都投入这件事吗？太太是行政总监。啊，也不是啊，那个总监是随便挂，他就是管杂物，什么都管，就你不管的他。因为名片拿出去怕太难看。就一个人叫什么总监，就一个人弄就对了。那4个小孩也都有投入吗？那其实也不是算投入啦，因为其实他们都学不同的专长，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好像从小到大他们的另外一个家。因为我除了上班就是在这个环境，那他们也不可能去安亲班，因为我付不起4个安亲班。所以就自然而然他们就在里面。对，但是我一直鼓励他们说，其实艺术这个东西你可以接触，但是其实根本回来还是在生活，所以我很喜欢带他们出国，去体验生活，所以他们的心也可以看开一点，才不会说只会扯铃。我认为那个的视野可能还是可以再开一点点。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我们的排练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哇，团长，刚看了你们的彩排，觉得好厉害哦！就是这群同学其实都很年轻，对不对？大家都非常厉害，感觉都练超久的。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每一个专长项目上。哦，好强哦！就是看到扯铃，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会想到童年的时候。非常怀念，所以你要教我，这我30年前试过最基本的好，让你们试试看。好，
为什么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哦，很好。你第一关已经100分了，你都保持微笑。就是可以把那个刘云妹妹的手踢掉吗？好像我很厉害的样子。上架住。哇！然后看镜头。耶。转身这样子吗？很好。哎，可是他应该要跑到后面，对不对？啊！对，很好。赶快练一下接的哦，摄影师请注意哦，有爆向吗？哦，但好丑哦。右手去瞄准，好。接。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你们会练得好，就是好明确的一个方向，你要它哪里就哪里。对，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会调零。哦。然后前后我们就是前后手调零。哦。对，你跟他好熟哦。哦。跟开车一样，先学会控制方向。对，真的。你练多久了？16年。16年，你看起来应该就18岁吧，所以2岁开始练的，所以5岁就开始了。哇，好厉害！他比较厉害了，他30年前开始练。其实你真的蛮厉害的。谢谢老师。通常丢上去是接不到的。真的吗？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知道你刚刚应该20次都没有接到。没有，我可以保证。那我想你可以再试一个难度再高一点，我们不要棍子。连棍子都不用，只要绳子就好了。哦，看到彩排有看到，真的太厉害了。绳子要怎么？其实蛮简单的，我还是请这个刘云来。好，是用右手加速，加速，手要用虎口这边，对，然后顺时针。好，开始转。它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吗？红黑零星，红色朝自己。哦，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固定？它是定向旋转，因为我们这里面啊，这里面的机构其实不是一般的扯铃。它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所以当你如果快速旋转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你看啊，哦，中间不动，它在转。对耶。所以呢，这个它就可以维持很久，所以它会比你一般学扯铃的速度稍微再快一点。哦。所以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要很久才能够加速的时候，它要靠它的功能。哦，哇，好厉害的。所以它也会有方向上面的。对。哦，你再教他。手保持，就不用跟着他。哦。手保持，然后领绕你的手。哦。加油！你弄真的好漂亮哦。好，很好。不会，你会更漂亮。来，对，轻轻的放松。对，就好像对，很好啊，没关系，它不会掉出去。整个你放松，它不会掉出去。对了，很好，保持微笑，看镜头。你的保持微笑哦。好，你是我们第13号舞者啊，等一下准备上台。當真有好久的無教冊人誒，又蠻想去韓式教冊人嘅情形。唔知團長請頭先形容你接觸到冊人嘅呢？對，很好。就是那個起點為什麼會是扯鈴呢？一個念數學系的國小老師。是。對。因為他20歲去實習的時候，他是個菜鳥，然後他什麼都不會。有一天有一個扯鈴的廠商送來1箱扯鈴給校長。那校長的意思是要發給每一個老師，他的廠商是要發給老師，教學生扯鈴之後就買扯鈴嗎？哦，對，對不對？小時候都是這樣。都這樣嗎？對。我們那個天才校長把它拿給我，他說你去組一個扯鈴隊。哦。那我又就是菜鳥，就是反正就丟給你。對，我什麼都不會嘛。所以在那1年當中就蠻有趣的，就用我自己的想象去做。那我年輕的時候是玩 band 的。還去參加那個只有2個男生的芭蕾舞社啊，因為女生多啊，太好了，這種2個男生多好，然後我就喜歡這一種比較屬於表演類的東西。後來我就把它帶到這個領域來，發覺其實也蠻好玩的。扯鈴在我的眼睛裡面，它就是一個點，它可以跟很多人連接。所以你很早就是不單純教扯鈴了，對不對？嗯，其實我不會扯鈴。哦，你自己不會？不會。那你那個時候怎麼帶學生？我就會2招。啊。2招之後教學生，學生就會100招。哦。哎，真正的老師就是這樣子的。因為學生永遠比你厲害。嗯。那我也因為我不會，
所以我就钻到了其他领域去，就是说，譬如说跟怎么样不同的艺术家合作，然后怎么去跟不同的一些人来一起做创作。团长阿乐群讲，舞廊客场嘅演出，明白如果有变化，唔係時刻刻嘅都唱在廊團跳舞廳，先生還會講入一道東西，觀眾看呢也會感覺歸新鮮。那這一次很榮幸邀請他來參加我們的這個演出。那你們哪一位要來教？我來，你來嗎？對，我來。啊，帥哥，帥哥。好，謝謝你。好，這也是我們入門動作。你看我的手，等一下我會出去的時候，我會這樣做一個動作。嗯。對，來，我們逆時針走，這樣子。然後手要出力，手指一定要出力。對，然後你手指借我，來，手指借我。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哦！我放開了，好，放開了。哦，原來要那麼出力耶！對，要出力，要完全出力，因為你剛剛就放掉，所以再倒。再我們再一次。哦，好。你先手指先這樣抓着。先這樣抓着。對。來，來，我要放嘍。好。準備哦，準備哦。會了。幫你參加花式籃球，我們一起練。好，這個團隊現在5個人加你一個。對，我們5個人嗎？是 team。哎，你們表演一下剛剛那2顆球可以在一起轉，那個好厲害。哦，對。你要轉4顆。沒有兩顆球那個好厲害那個。你看哦，它可以2顆球疊在一起。哇！好強哦。你看，它下面還可以幫它加速。哦。你可以先去拍別邊了。這4位帥哥他們本來不是50的團員，哎，不是。那為什麼會想要加入這樣子的花式籃球？有2個很好的機緣，就是有一次我在網絡上看到影片，他們在 YouTube 上的表演影片，那他們已經曾經參加過電視上的一些舞蹈比賽，我就覺得很特別，怎麼會有人玩花式籃球，然後去參加舞蹈比賽？對，那我發覺他們其實是非常有創造力的。那我這次的演出剛好其中有一個段落是一個我們叫 Joker， 就是一群很好玩的人。那我就突然想到，其實也許可以邀請他們來加入，然後把一些想法跟他們溝通。所以這次我們也很愉快，撞出很多很好玩的火花。老師，你很有趣，是你自己本身不扯鈴，但扯鈴這個很重要的元素，卻讓你做了30幾年，是為什麼？好問題，可能是因為30年過太快了，所以一下子就不曉得就過去了，這是一個問題。因為每天就是好像蠻開心的做這個，其實我一直不覺得我是在玩扯鈴，我常覺得我是在畫畫，畫出舞台上一幅流動的畫。其實鈴只是一個 point， 對我來講，那是比較吸引我的。不管今天是在空中飛的人，或者是影像，或者是舞台的動作，對我來講，它是一幅畫。所以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覺得我玩了30年的扯鈴，我覺得我是在，好像在玩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如像團長講的，看藝人排練，唔會感覺到係睇佢看一場才能表演，係睇佢看一出應該呈現的舞台劇。不過團長咪講，現在國內技術同資金都唔拉，故所以有到演出的表現方式，都本還係照老師的方式，像係推排嘅隊形變化，對團員自家來說。我想接下來邀請你當森林女王哦。在我們的演出當中，森林女王是一位歌手，很優美的，就是她是一個唱歌的歌手啊，跟你一樣漂亮。那你等下只要坐在這個上面，然後呢，我會放音樂，然後你就假裝你在唱歌啊，因為森林裡面有一些人被欺負了，啊，那你唱着歌在溫暖他們，啊，那就是這首歌的意思。那這個時候你就是慢慢走上來，這時候嗎？現在？你聽到弦樂就可以走了。現在？對，走。好的。
好，等等，哎，等等，就抖。好，先下来。你知道多难了哈？真的。来。好，我跟你说，基本上你听到那个弦乐一出来，你就可以走了。那你刚刚因为你玩走了，所以楼梯已经自动要移动了。所以你听到弦乐就要走。小龙姐姐把手打开。它只有一个拉字而已，很棒啊，很漂亮啊，非常好。它准备旋转了，身体慢慢转过来，要永远面对着观众，对，非常好，很好。虽然团长讲提腿排风是做5事，是讲做样5事，你爱过强心，是一下无专心，有可能会中下来。佢韩国唔是讲，人人还会提腿排风，才浪臀跳舞。其实里面啊，非常的拥挤。哇！所以一般人进去，你等一下要特别注意是你的脚啊。千万不要被它这样绊到，所以你要永远都走在这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弄到，脚会卡到，卡到是不会怎样，但是会很痛。对。然后，那这里面你看有很多机关，可惜你们拍不到，它这边有很多机关，这边也可以上去。对。那这里，那这里也可以坐人，因为他们常常在这边换衣服，因为就在里面换衣服，因为他们有时候。观众会看到嘛？他会把戏服吊在里面，他就坐在这边，而且他们楼梯继续动，他就坐着，他就赶快换衣服，换完衣服下一幕出来的时候，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太强了，就这样坐着换。因为没办法，真的在演出的时候里面是黑的，来，你进去1秒钟，好，让你体验一下，来把门关起来。好，我们来看他的表情哦，来，你来过来看，来，里面黑不黑？根本不知道位置啊。这要怎么知道方位？好难哦！而且现在外面的光线是亮的，对，正式演出舞台是暗的，更黑。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要让这个楼梯走到定位的练习，是需要很久的。你等下体验一下。好，如果唔能会抵我现在咯，冇可能的事情啊！总归系无所所谓，真的冇可能。因为就算团长讲带下系有这种让步有势的，不过。其實人哋無所所有因同啊，冇可能啲按用嚟細味，唔過看排練優勢啊，按度好都唔啲能用嚟做到嘅。也下我愛睇腿排女做使用人的哟。這個在舞台上呢，我們叫做 quarter。好。行業類按些。好。衣服。準備好了嗎？好啦。好。好了，送人從定咩嘢腿排，韓國腿排地度阿無是所，是要靠人做體體內行嘅好來確認畢業。團長每日出按你一個愛正經到貨，按到團員按什麼練到按到到，沒正經真說的。怎麼樣？就是好神奇的感覺，就是到另外一個次元呢。真的哦。里面就差一样东西，你知道差什么吗？什么？空调。真的，里面很热，真的非常闷，大家出来都是满头大汗的。不过很好玩吧？对，很好玩。那我带你到下一个地方玩。好。右脚贴住。成功唔係兩下班，唔係公路講你都有嘅，愛時間愛演出看山水，能會有見本日的成就。台灣傳統嘅鐵技同插技文化引來引少，引來引看唔到嘅。有決心愛演做能下去，真係難得，未當愛大家來支持嘅。頭下天也未按到，一下我來團按到嘅人人，向下來跳舞 party 嘅喲。好。
谢谢大家，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对于有人客从嘅你嘅所做嘅事情，也能看得到，不但是喺插把戏，也个菜人安尼嘅东西，也是得做到按专业、按国际化哦。故说是得地得，无嘛个太过时嘅东西，所以家嘅创意，嘛个东西如此的变啊，非常无重要。嗰種有人講，演員啊，也算武雜，青春有嘅一個能力係耐力，如係按元素因重複，還個因愛因練嘅嗰種苦。我感覺講確實係安尼，因為像看頭都按到嘅體驗吼，我安尼教一下係如幾輕鬆嘅事情。不過有嘅請教也唔輕鬆嘅，像嘅公款啊吼，因為因嘅一個點而去。支持佢嘅眼神嘅力量，其實係幾痛嘅哦。啊，而人咧大方動心，看佢像係人哋韓式時節教嘅，不過又會變做一啲技藝嘅時節，會變做幾流暢嘅、幾好嘅一啲技術，俾觀眾看嚟會感覺佢係幾強嘅事情。因為我自己也有係練舞，如果你講練習呢件事情，其實係幾古時嘅事情。如果一啲人練啊，一啲人去囤嗰度。唔感覺講挫折啊，吼，佢困難，佢想要表現的嗰種心，因為提和平相處，要提好好處理，那有可能太多唔想要嘅嘢，佢講嘅情形，人講看到安尼人都係佢祝福嘅。